三甲做伙彼此陪伴行人生的路。感谢主，伫所有一切患难当中，有伊甲咱陪伴，甲咱相同行，引带咱。所以用咱嘴唇所结的果子，学乐甲感谢、宣告甲祝福，伫上帝殿中，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至愿的主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主是互阮的思想来决定阮的力量。主你要加添互阮的开展，毋是阮家己会当的，乃是上帝你圣灵伫阮的心中的运行。所以，阮就通选择迄个上好的画面。毋是我做主，毋是啥物人做主，是上帝你家己来做主。主，你是我的主。伫我活命当中引带我，扶持我，坚固我的心，坚固我的心，用你家己的能力，你予天落雨，你予天降落水来润泽土地，予百姓，予阮会通三甲做伙有食物通来食。主啊，你予万米成长，万米的成长拢倚靠你，万米的存留拢出伫你的稳定甲疼痛。摇花喜乐的灵。要来充满伫全地，台南要伫上帝你的照顾的内面，来得到稳定甲平安。祝福阮的心，因为认捌你；互阮因为定定孝念你，所以阮的心就会通对上帝你来得到迄个属灵的喜乐，来决定阮今仔日生活一切的祝福。你是主，你引带；你是主，你照顾。你是主，你是扶持，看顾阮的上帝。今仔日，阮这个在家伫上帝你的殿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听长阔关心，你降落雨水，你互万米成长，万米因为你得到存活，阮也因为你来得到丰盛。更较感谢的是，阮会通认捌你，所以阮的活命因此有意义。感谢上帝。阮会通有一群兄弟姊妹彼此陪伴，三甲同心同行。你讲，迄个人家己徛起无好，所以上帝你就做了阮的同伴来陪伴阮。主，阮感谢你，毋是单身毋好，是孤一个人家己毋好。主啊，因为介济人的乌白相，但是阮若是伫甲上帝你的正义路三甲徛起的时阵，阮就会当享受伫上帝国。上帝家庭的喜乐、平安，并有上帝你诚侪，阮的天父，阮会当诚侪兄弟姊妹彼此扶持，彼此互相看家，同行伫上帝你为阮所定着上帝国阳光的道路，上帝欢喜、平安甲喜乐。感谢主所享受一切丰盛稳定，愿阳光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报告员来报告。各位兄姐平安。伫聚会进前，我来做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6月7日下午1点钟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着6月份定期的祭祀会，请祭祀同工注意着时间出席会议。第二，7月7日至10日，就是拜3至拜5，伫金福山举办着南部教区儿童的夏令营，费用自费12块，其他教会要来补助。招收的对象是升小一甲升国一，欢迎踊跃来参加，请向着孟村传道来报名缴费。6月7到报名要来截止。第三，7月21到23，就是礼拜日到拜日，要来举行圣教会全国信徒的灵修会，地点伫苗栗西湖度假村，讲员陈尚林牧师，主题21世纪的挑战甲超越。费用2人房每人4800，4人房每人4000块，教会甲教区各补助每一个人1000块，共补助2000块，请向牧师娘甲小组长来报名。第四，7月28礼拜日下午2点半至4点半，伫台南圣教会要来举行台南400年教区的大团圆。
感恩礼拜，敬邀的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请伫招待道来登记报名。第5教会制服将再次推出，等待着技术会各二校才去公布并开放登记购买，敬请期待。今日补充报告，无即是要请敬拜儿乐团。有精神，真好。请大家平安，平安。伫这个真美好的日子内面，咱用咱的心，用咱的灵，用咱的诚实，伫上帝面前准备心来敬拜伊。愿意甘纳，愿意会纳，也伫线上的弟兄姐妹也做伙参加来参与。圣殿充满而乐，我心满了平安。圣殿充满而乐，我心充满平安。喜乐高永恒，真奇妙意诉说我。我心充满平安，喜乐甲永恒，奇妙的救赎我，耶稣生命在生命的自由。继续徛伫主面前，来笑念伊一切谢恩，甲伊的恩宠，伫一礼拜当中，伫一世人的内面，到这个年日，我的心意愿有平安吗？我的心意愿听出较深吗？其实是咱要将咱的心志，搁一摆献伫上帝面前，多谢伊，互咱做伫赦免。多谢伊，互咱的心灵得自由，无受着罪的牵绊。咱甲念2摆，念2遍。圣殿充满和乐，我心充满平安，喜乐到永恒，真奇妙的
心灵伫主的面前自由，你要安怎唱，你要安怎弹，拢真自由。阿爸的写，阿爸的是你，愿你的灵伫阮当中做主。主耶稣，感谢你，互阮的罪得自由，互阮儿女充满你的圣殿。咱们感谢你的恩典够也用，互阮知影主的恩典比罪较大。
笑脸来思考来查考，是不是咱有隐而未现的稳重的，家己嘛唔知影，求圣灵来引带咱，将迄垃圾误会摒清去，互咱伫主的面前，果真会当享受主的恩典比咱的罪较大。听听这用声来祈祷，阿爸来谢你啊！主耶稣，求你赦免有心无觉的罪。主耶稣，愿你圣殿充满了圣洁，用你的百姓自称为圣的百姓，是因你宝血重价买赎回的百姓。而我在你面前有一个谦虚的心肝，谦虚心的人要得意上帝，谦虚心肝的人要得意上帝。主耶稣，多谢你，带我到上帝面前，坦然无惧。这就是随时会帮助甲怜悯，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你，我受着你的拣选，互我的罪，通互你度我，拢总无搁再纪念，将一切罪孽咱伫心内中，拢无搁再纪念。阮也无家己控制家己，因为知影恩典比罪较大。当阮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时，你才会明白享受你极大的疼。极大的疼，我属耶稣，救主耶稣基督。我属救主耶稣基督，喜乐欢喜平安快乐。虽然我千万罪痛苦，主使阮天落了我手，主恩比罪较大。做一切的救赎，我们感谢你，我们听候你。在环境真艰难的当中，阮永远要听候你，因为你是阮一切的答案。等阮听候你，你会对阮的心来讲话。哈利路亚。
平好也和我，也要主信仰无离，来靠主，是阮保这情，当你怜悯，阮定到我用，我要忍耐，平好也和我，亲像公你当天光，伊暗时称赞你信息，你早是恶乐意的主爱，只有你是我的接伴，我的拯救，我的款待，你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人，我要全心听候也和我，也要主信仰无离，来到主，是阮保这情，他的怜悯，稳定到我用，我要忍耐，听候也和我，亲像公你当天光，你暗时称赞你信息，你早是何乐意的主爱。主你了解一切，你是我的接伴。只有你是我的接伴，我的拯救，我的款待，你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人，只有你是我的接伴。
至圣的主上帝，你会听从，你会怜悯。虽然阮的罪孽深重，并且也有一寡，甚至阮即摆抑阁受稳重、无别空的代志。上帝，你拢监察，并且你要加添，予人有能力赢过遐罪恶甲试探。你尊留阮，赦免阮，是要予阮有重新的机会。上帝，阮所以向你感谢，也向你恳求。圣灵啊，来教示阮，来管教阮，通予阮脱离罪恶的捆绑，救阮脱离迄个恶者，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度、权能、荣光拢是你的，你赢过所有一切的罪过。你赦免人，是要予人得到圣洁。你讲，阮既然得到自由，却是毋通将着阮新生命继续活伫罪中，免得阮遭受上帝极大的愤怒。主因带阮去到迄个圣洁的所在，捆绑阮的脚，捆绑阮的手。互阮无得做歹，互阮无得行伫罪恶的道路。求你夺取阮的心，互阮全然带伫你内面。主，互阮对着教示内底，会通看会清楚你的心意。伫阮家己受罪恶捆绑的日子，互罪恶拖磨的时阵，叫阮对迄个罪恶当出来，通互阮得享罪的赦免所带来真正的圣灵内面的喜乐甲自由，互阮得到这一份的喜乐甲自由，得到这一份的喜乐甲自由。伫你的听，伫你圣洁的内面，主因带阮，加添阮的信心，加添阮的快乐。伫你救赎的内面，互阮进入到迄个完全的所在。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阁活，后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三统，罪得赦免，肉体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继续，咱用上帝话来启应。22篇。全地着耶和华欢呼。我上伊的荣耀，用俄罗的言语，将伊的荣耀发明。万民啊，恁着称颂咱的上帝。互人得听俄罗伊的声音。上帝啊，你捌试验阮、熬练阮，亲像熬练囡仔共款。你互人坐车到阮的头，阮却经过水火，你却互阮到丰富之地。既然敬畏上帝的人，恁着拢来听，
我要述说伊为我所行的事。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伊并无提示我的祈祷，也无予伊的慈爱离开我。阿门。阿门。感谢上帝的祝福，也让咱的敬拜继续用听上帝的来敬拜伊。咱请同齐献开到周报第4面。谢谢。同齐来读本周主要的几段经文。咱三甲做的同齐坐声来读，请。耶和华互百姓伫埃及人眼前蒙恩，至到伊埃及人甲因所要爱的，因就甲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对南塞起行，往所割去。除了妇人人囡仔，步行的查甫人大概有60万，阁有真济现实人，并有牛群、羊群，甲因同齐去。因用埃及带出来的生命。行成无甲饼，这个生命原无发起，因为因受催逼离开埃及，袂当耽眠，也无有伊家己备办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伫埃及共430年，占满了430年的迄一天，耶和华的军队拢对埃及地出来了。这暝是耶和华的暝。因耶和华带因出了埃及地，所以就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所以恁应当纪念，恁早前照肉体是外邦人，是称做无受割礼的。迄时恁甲基督无关系，伫以色列国民以外，伫所受应允的自约是局外人。并且活伫世上无仰望无上帝，恁早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伫基督耶稣内面靠着伊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上帝的心灵会当将一切关乎活命甲虔敬的事赐予咱，拢因为咱认捌迄用家己荣耀甲美德吊咱的主。因此，伊已将各宝贝、各极大的应允赏赐予咱，互咱既然脱离世上对情欲内的败害，就得以甲上帝性情有分。亲爱兄弟啊，恁爱纪念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早前所讲的话，因捌对恁讲过，末世要有熬起笑的人，随趁家己无敬虔的私欲来行。这就是遐个带人结党属乎血气无圣灵的人。亲爱兄弟啊，恁却爱伫至圣的真道上造就家己，伫圣灵内面来祈祷，保守家己，上帝听内面，仰望咱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免。搁再一届，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的听筒，我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入到伫上帝你的殿，主你亲自赏赐一切丰盛甲祝福。伫今日，正兄弟姊妹伫圣殿当中，愿得仰望上帝你的灵，就是亲爱真理的圣灵来运行伫阮当中，教示传讲的人。也互阮听甲传讲，拢同齐得到圣灵的引带，通互阮伫精神的活命内面，得上帝你活命美娘的样式，互阮的灵魂一日一日勇行起来，更较勇行起来，会当长大成熟，会当行出来，上帝国关联的力量。感谢主，
因带阮，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圣经内底有一个代志，定定会提醒，就是出埃及这个代志。出埃及对以色列人非常的重要，对咱人来讲嘛是极其重要。一直到今仔日，希腊有一个所在，或者英诺克莱西亚镇，是一个小小的庄头。这个庄头呢，的百姓伫每一年正月初8，或者妇女接管日。每一年过年就是正月初2的这个天，所有的妇女呢，拢总休困。那么妇女接管日，就是伫正月初8这一天，妇女接管日，接管什么会呢？这一天大大小小的代志，拢是厝内底的太太做决定。大大小小的代志，拢是太太做决定。太太嘛，伫当中会当伊伫遐呢做所有代志。翁婿呢，袂当讲即一天我要出来无闲，嘛袂当请别人来做厝内底的工课。洗衫啥物货当代志拢啥，拢总爱即个做先生来做。了后，若识书有即个查甫人就是翁婿，伊到伫街仔路，去外口伫遐热趖，安尼人就用水甲伊泼，用水来甲伊处罚，并且这是合法的哦。所以正月初8的时阵，你莫去希腊各位亲爱兄弟所以这一天就是会伫迄个所在。是安怎？这是妇女接管，这个日子是安怎要设定安尼呢？伊就是爱做这样代志，做丈夫的爱知影，某囝特别是太太伫厝内底的时阵，其实所有的家务是啥物货？复杂，佮非常的辛苦的。对安尼，所以做丈夫的爱感谢伊的太太，爱知影伊是活伫福气内底，爱珍惜这个福气。我定想咧讲无咱台湾嘛来设一个这个日子安尼的时阵台人更较会晓得知影感谢家己的太太，疼惜家己的太太。那安尼，我相信咱台湾一定会比过去佫会进步佫较济。这是真正的尊重女权呐，这是真正疼惜妇人人。圣经伫讲这个代志伫希腊要讲这个代志，上界重要就是这个代志，爱定定会晓感谢，感谢你，感谢厝内底的人。那咱今日会当三甲做伙伫遮，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感谢主有你的陪伴。对，咱行人生的道路到伫如今，因为咱的兄弟姊妹彼此相听，互相照顾，彼此陪伴，所以咱一直会当行到今仔日。今日这段经文内底这几段经文要和各位三甲做伙来思考三项代志。第一是上帝纪念伊的约，上帝纪念伊的约，甲伊的百姓三甲做伙。但是通过以色列这个百姓，上帝伫因身上所行的救赎、甲预言、甲应允，上帝透过以色列做一个见本了后，伫伊的约、伫伊的应允内底，上帝讲。亚伯拉罕的子孙要互全世界的人来得到祝福。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到这个世界，了亲自来拯救这个世界，互全地拢通来得到救赎。以后的时阵，上帝伫当中讲，毋那是干那要互全地得到救赎，是要互整个宇宙拢倒转来伫上帝的秩序内底。首先，咱来思考上帝纪念伊的约甲伊的百姓。创世纪12章的时阵，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原本是拜偶像的，伊伫伊的生活内底，人的心中真自然就会知影有一位上帝。咱人和动物无共款，迄个分界线对着社会行为来研究的时阵，就是知影。狗会对你安尼拜拜，但是伊毋知影伊咧拜啥。但是咱人无论去到倒一个所在，
你只要有人的所在，人就会求天。你知影讲哦，像咱所以像咱去到一个所在，任何到一个国家，只要有人的所在，一定有做礼拜。无论因礼拜的神明是倒一个，拜拜啦、做礼拜是啥货，因拢会有。所以人会有即款求天求神。圣经来解答这个答案讲。上帝创造人的时阵，互万物诚侪美好，并且将着永远迄个观念放伫人的心内底。什么是永远？上帝伊本身就是永远。永恒毋是一个状态，永恒是一个通而挖去带伫内面的实在的体质。所以永恒永远是上帝伊本身。若无永恒永远，咱的出现就是一个虚空。但是因为有，并且迄个物件毋是干那时间尔，包括空间，包括所有一切，拢会存在伫遐。迄个才有伊的意义甲价值。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是上帝来祝福伫亚伯拉罕，但是因的子孙同齐伫迄个所在渐渐大起来，对着亚伯拉罕了到伫以撒雅各到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了一直生团，以后的时阵，因为因伫迄个所在遭受饥荒，人生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尾手上帝亲自大声就差遣约瑟到伫埃及，埃及伫上帝会带领因带，埃及定定伊就是伫世界饥荒的时阵，拢会扮演一个真大的角色，因为伊有尼罗河。尼罗河将山顶所有遮有营养分的土给冲落来，所以伫尼罗河的两岸拢种植真济。所以埃及王定定互上帝改骂的一个原因，埃及的法老定定互上帝改骂的一个原因，就是法老王讲这条河是我下的，上帝甲伊讲毋是你的，是我下的。但是这个法老王定定讲埃及。这条尼罗河是我的，你甲看我的土地，你甲看我的。所以上帝就定定，因为这个法老王伊发出这款骄傲的话，就可以受列邦攻击，甚至可以得病等等。所以伫饥荒的日子，上帝要遵守伊的约，所以就互雅各家因无受饥荒咬死，佮伫进前的10年前、10几年前，上帝就亲自差遣约瑟，先来到伫埃及受训练。伊虽然互人卖做奴才，但是上帝透过奴才，透过伊互关伫家业上帝来训练伊，到伫落尾，伊成做埃及全地的宰相，甚至法老王对伊讲：只干那伫宝座上的时阵，我比你大，比你搁较大。剩的时间，埃及全地拢总是你的。所以真正治理埃及全地是约瑟。约瑟伫迄个所在为法老王解梦，约瑟伫迄个所在起即个册仓，了将所有粮食拢甲伊收藏起来。安尼闪避过去埃及7年的大饥荒，并且也救赎了这个雅各因一家上帝所应允尊留的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因对70人经过，上帝甲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啊，你看到迦南地？上帝甲伊讲：你看到迦南地？迦南地是我当在我应允要赏赐予你的土地。但是以色列人来到伫埃及地，因着豆豆伫迄个所在生团，过了将近要2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已经渐渐安怎袂记哩上帝应允啊！因感觉埃及阮住伫遮真舒适，非常的好。你看，阮的祖先来到即块土地。安尼拍拼努力治理这个埃及，阮和埃及人嘛愈来愈好啊。但是上帝应允毋是要互因埃及地，
上帝应允是要互因迦南地。上帝甲伊讲，我要带你入去流年甲蜜的所在。迄块土地，迦南地，迄块土地的百姓，因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啊！所以我要将因甲伊摕走。恁入去爱重新起造迦南地，互迦南地诚侪敬拜上帝的所在。透过迦南地的服侍，互全世界的人知影，我耶和华上帝甲恁立约，我守约，我嘛要透过恁，互全世界的人知影，天顶地下只有我耶和华才是真正的上帝。但是以色列人住伫埃及安怎？住久啊，真舒适，并且因也甲埃及人同款，愈来愈崇拜。因甲埃及人同齐做伙，因愈来愈崇拜啊！因的生活甲埃及人同款，因渐渐迄个生活上可能因抑个遵守有割礼，生活上因内底抑个有敬拜上帝，但迄个思想甲观念已经渐渐和埃及人的想法同款啊！渐渐和埃及人同齐做伙同款啊！所以到伫落尾，上帝兴起无人捌约瑟的王，新的王来攻打了，就占领整个这个埃及地。埃及的这个新王伫迄个所在，就想这样代志。哦，啊，这以色列人遮尔济，万不利有一天因若是伫当中啊，有其他的国家、第三个国家来攻打咱，啊，结果的时阵，以色列人和第三个国家三甲做伙联合起来，啊，你啊内面甲外口同齐做伙拍咱，啊，咱怎样拍死去？所以埃及法老王想一个办法，讲安尼咱爱甲因出世的查甫囝拢总甲伊杀死。查某囡仔会当甲伊留落来做咱的干，但是呢，其他拢总爱甲伊杀死。但是上帝伫当中来束缚，所以以色列人无因为安尼来死无，反倒转愈生团愈济。但是伫一天的时阵，上帝亲自兴起一个人，或者摩西。摩西就伫当中渐渐大汉。有一天出去的时阵，一直到伊大汉到40岁左右的时阵。伊出去看到两个以色列人互相咧相拍，了伊就甲伊讲：恁既然是共一个族群，哪会互相咧相拍呢？迄人就讲：啊无你是安怎？你要甲我拍互死呢？亲像你昨拍死一个埃及人共款呢？但是迄个摩西拍死迄个埃及人，是因为迄个埃及人咧欺压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时阵的以色列人两个人相拍冤家，迄个有力的要拍死迄个无力的。摩西来阻挡因的时阵，其中的一个人讲：啊，无你是要安怎？你要甲我拍死，亲像你昨拍死迄个埃及人共款吗？这个代志其实是咧证明咧说明一样代志，就是即马人甲人。以色列人甲埃及人已经完全同款啊，无搁再照上帝所讲的彼此相听、互相照顾，甚至是靠着暴力来解决问题，已经离开上帝的道路愈来愈远啊。所以伫迄个时阵，摩西听到这个话，伊感觉伊知影伊无法度继续来处理这个代志，甚至伊知影这样代志，实属是安怎摩西会起来得命呢？因为伊知影这样代志，若是到伫落尾会安怎样啊？会变做以色列人去检举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必须要起来得命，伊就离开埃及，走去到米甸的旷野。亲爱兄弟姊妹，你有发现这样代志无？随着时间的经过，咱和这个世界的思想观念、做代志的方法愈来愈相像，所以上帝才兴起
才重担，来予以色列的百姓，伊会通伫迄个所在晓悟起来，用着世界的方法要解决我人生的问题是无法度的，所以人生愈来愈苦楚。因为上帝虽在，上帝照顾以色列人，虽在以色列人来选择代志，上帝到伫落尾，看见以色列人因已经甲这个埃及人、甲这个世界的百姓生活、思想的方法当中完全同款的时阵，上帝就做一个代志，好，安尼我就互你照着世界规矩甲法则，就是互国攻打国，到伫落尾，恁就变做亡国奴。你看恁会当做啥？上帝就随在无搁再伫迄个所在，上帝就无搁再伫迄个所在特别来偏爱因，互因伫迄个所在照着世界的方法。你既然要用世界的方法生活，我就用世界的方法来训练你。所以因开始做苦工，因开始做苦工。做苦工苦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因才发现讲：哎呀，阮若无上帝甲阮照顾，阮的人生是袂出脱的。所以因开始伫迄个所在，上帝呼求、恳求上帝引传甲医治。亲爱兄弟姊妹，你有看到无？咱人生嘛是安尼。以弗所书伫这个所在，甲咱讲这样代志。亲爱兄弟姊妹，咱过去咱的日子、咱的生活，其实嘛是安尼。咱亲像外邦人共款。咱甲上帝约是无关系，咱靠咱咧拍拼，咱有咱家己的拍拼，咱有咱的人生，咱有想要去做的代志。咱甲上帝讲，人因会当安尼，我谁若袂当安尼，我嘛要安尼。上帝讲好，你若原来要安尼，我就互你照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就亲像牧师甲你讲的，你讲，上帝啊，莫落雨，落雨足无方便来做礼拜，好，莫落雨。莫落雨，到尾的时阵，闸门水库的水就剩20%，到尾就剩10%，到尾就着啥？抗旱。所以，咱伫上帝面前，咱甲上帝讲：上帝啊，我要做这，我要做那，我随在我要做啥？我做生意，我加赚一寡，啊，别人嘛安尼赚，我卖人油，我人卖土豆油，我就讲蓝沙拉油，吼。我这吼，就是啦，我这款豆油，我就甲你讲，我吼这个漂头顶悬来转讲吼，我纯古法制作的，结果是去买别人的豆油，转来偷的。啊，别个豆油一罐30块，我一罐卖你300块。啊了后我讲啊，人别人嘛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咱就是甲世界愈来愈相像。圣经讲，伫即款的情景下面，咱和基督是无关系。咱伫以色列国民以外，伫所应允内底是安怎？是局外人。咱活伫世界内底是安怎？是欠缺的，是残缺的，破相的，无完全的。咱无望无上帝，咱的人生若无上帝，咱将其落尾，咱就是毋知要去倒位，咱就会茫茫渺渺。若无，咱就是会甲这个世界同款，金雕有酒，金雕水。咱的活命内底，会愈来愈歹。希腊是安那需要这个妇女接管日，是安那因需要有这个日子，因通过这个日子，咧甲人讲，恁若是无恁太太，你的生活会变怎样？上帝今仔日透过伊的约咧甲人讲。你会当行你人生的路，但是你的人生的路若无我，你嘛会当活，但是你的结局会变啥？你家己爱思考互清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人伫一直到要苦痛的时阵，是安怎？人会进入伫苦痛内底，大部分的时间，人会进入苦痛，是因为咱离开上帝的道路，所以咱就会进入伫苦痛内底。即摆伫咧落雨，了我就甲上帝讲：好，上帝啊，落雨遮尼啊无方便呢，你敢会当莫落雨？好，3年6个月莫落雨，你试看卖个。咱定定是伫咱家己的自私的心内底，咧判断上帝。但是咱阁有真济代志做无够的时阵，咱又阁伫咧所在甲上帝落，
了后上帝甲咱做完成了后，咱又搁甲上帝放杀伫一边。安尼到底是伊上帝，还是我是上帝？上帝是安怎一直迟迟足慢缓缓啊，才要出手？因为上帝要互咱知影，咱家己会当生活，咱会当继续过咱所要过。但是若是无有上帝同在，咱的人生到落尾就是一场空。是因为有上帝暗中陪伴咱、疼惜咱、照顾咱，所以到伫如今，咱才会通继续活活伫主的内面。因为疼，互咱存在；因为疼，互咱仰望有未来。是因为上帝的疼。若无，咱要怎样活伫这个世界呢？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因为爱，所以咱存在；因为爱，咱所以有未来。甲伊讲来，因为爱，咱所以存在；因为爱，咱所有未来。上帝欢喜将着伊的疼赏赐予咱。原本咱伫这上帝国的恩典内底是无分无野无纪念，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就这一切美好的救恩。圣经讲，以色列人住伫埃及430年，430年迄一天，耶和华的军队拢对埃及出来了。来到伫新约的时阵，伊讲早前恁远离上帝，今仔日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伊的血，已经安怎甲上帝三甲亲近啊！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是因为有上帝，所以咱的人生水起来，咱的人生好起来，咱的人生开始伫上帝的疼内底，满满得到平安。你若伫落雨当中来看见、来经历上帝的疼，你若看见这每一届若落雨过的时阵哦，你若有机会吼，你去迄啥路林吼安尼甲行，还是去山区甲行行，你会发现一个物件，所有的物件哦，拢变做非常的清气，非常的清脆。因为上帝安怎用雨水甲所有物件拢洗甲清清气气，非常的水。所以你想看觅，你要洗一张树啊，爱用偌济水呢？但是上帝用雨水安尼甲伊压压咧。上帝毋是洗一张树啊，上帝是安怎用雨水洗规座山，拢总甲伊洗过，洗甲青灵灵。所以你伫迄个所在会欢喜。今仔日上帝纪念，毋是干那纪念以色列百姓。上帝古早的时阵，甲亚伯拉罕讲：我会将迦南地赏赐予恁，但是恁的子孙爱阁等400多年。等400年，因为这个迦南地的百姓，因的罪恶也未满贯。上帝将面咧等待，各互机会，要互迦南人悔改。一方面，上帝也互以色列人家己想，因若无上帝通倚靠，因会当做啥？所以，上帝通过这项代志咧训练两个民族，咧等待两个民族。今仔日，咱一方面亲像迦南人的歹，咱伫上帝救恩内面，咱毋捌上帝，咱将着偶像当作上帝咧拜，咱离开上帝远远。咱上面亲像迦南人，但是今仔日咱又搁信耶稣，咱又搁对埃及出来啊！咱上面又搁亲像以色列人，所以咱伫即个时阵，咱的活命有两个力，两个力量伫迄个所在相扣。上面咱要亲像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咱又搁贪爱世界，
上面咱也知影，伫世界内底受拖磨，一定要有上帝的救恩。但是咱又阁做袂到，这就是咱真苦痛的所在。伫即款真苦痛的过程内底，咱要怎样向前迈进呢？爱记咧，咱既然离开啊，咱就要离开互彻底。了后，咱要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新的祝福。咱一定要离开，一定要有行动，要有一个决定。我即马伫遮徛伫即两三第三感，我讲我要离开第三感，我要徛伫第四感，我袂当甲咱喙安尼讲，离开。无使你对第三感去到第四感，我甲你讲好，我去你啊，了我抑阁是伫遮。迄必须要做一个代志是啥？我必须要伫我心内底做一个决定。你甲我讲，无使你离开第三感，去徛去第四感，我安尼我就必须要起来。离开是为着要来到遮，无使你即马对第四感搁落来第三感，我一定爱落来。我除非有行动，若无我所讲迄个物件就是无存在的。就是对我来，虽然伊有存在有迄个力量，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无效的，无发生任何代志。所以离开是为着要进入，离开埃及是要进入上帝应允。咱必须要有这款体验。咱若要离开痛苦，咱就必须要进入上帝的话语。今仔日的时代内底，人的思想、人的做法，咱过去内底拜偶像，咱过去的时阵掠咱家己做上帝，咱过去的时阵是为咱家己来生活。但是上帝纪念伊的约，上帝对咱提醒：你甲我同行，我就会赏赐你性命。上帝欢喜将着活命赏赐予咱。咱的圣歌内底啊，241首讲耶稣我来救你。这首诗歌内底讲离开困迫黑暗甲患难，耶稣我来救你。离开困迫黑暗甲患难，了后讲进入自由光明甲平安。离开疾病进入主安宁，离开罪恶进入主美容。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重要的行动，就是耶稣我来救你。咱需要进入伫耶稣的话语内底，咱爱就近，咱离开埃及的系统，咱爱进入甲上帝三角徛起。过去咱是咧讲上帝啊，你来成，咱过去甲神明讲的是讲神明啊，我你讲，阮囝一定要考到大台，要考到成大。啊！你若互我会当得到安尼，啊，我就甲你拍一块金牌。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应该的祈祷是啥？上帝啊，我伫遮，你是爱我读倒一间大学？你爱我将来做啥货？上帝，我向你恳求，照你的旨意引带我，互我会当努力来行来做。了后，我将着结果交托伫你的手中，但是互我殷勤认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的时阵你无考到这间大学，有的时阵你无做到这个代志，其实有上帝伊个较水的旨意咧引带你。咱袂当干那就咱眼前所看的。我昨读到一句话，真有意思。伊讲：你若认真，若有智慧，世界就伫你的眼前；但是你若唔认真，又搁动妄，安尼你的眼前就是你的世界。听有即句话意思无？我搁讲一解。伊讲：你若是认真学习智慧，安尼世界就伫你的眼前；但是你若动妄搁唔认真，安尼你的眼前就是全部的世界。这句话真有意思。
人必须要伫上帝智慧、伫上帝引带内底，世界就会往咱来展开。但是咱若是干那用着咱有限的眼光来想咱家己，安尼咱看到的就是咱全部的世界，袂搁较宽啦。上帝要扩张咱的境界，上帝要伫咱的活命内底引带咱，互咱知影咱的人生毋是干那安尼尔。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提醒：离开上帝爱咱离开的埃及的系统，进入上帝爱咱进入的。所以你若是进入上帝所爱你进入的，你会发现一件代志。耶和华就互百姓伫埃及人眼前蒙恩递到埃及人，互因所要爱的，因就将埃及人的财物拢夺去了。来到伫新约的时阵，约翰福音讲：贼仔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害，我来是要互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加的丰盛。亲爱兄弟姊妹，我听过一个见证是安尼。你知影即马的家庭婚姻，甲咱古早的家庭婚姻是非常的无相像。即马进前的时阵，有一个囡仔甲高中尔。高中的时阵，伊有一天的时阵做一个见证。伊讲哦，因爸爸妈妈离婚，了因对妈妈，了这个妈妈吼，同齐做伙。伊就含因这个妈妈吼夹到一个这个新的爸爸了的时阵哦，因这个爸爸吼真好养，但是性情真无好，所以伊就伫当中哦，含因这个新的爸爸后接伫个所在哦，安尼真足惊啦但是。到落尾手的时阵哦，伊就怎做一个代志，就是感觉讲哦，反正我得该叫爸爸，爱有钱互我，安尼就好啊。了伊就甲这个代志哦，去甲因同学讲，因同学就甲伊讲，哦，安尼你袂歹啊，你有一个新爸爸，佫是富爸爸，哦，安尼吼，我嘛来叫我妈妈离婚，找一个新爸爸、富爸爸，你听我的意思无？迄个观念是嘛怎变做安尼啦？但是这个囡仔听到的时阵伊伊听到这个代志的时阵，讲奇怪，我哪会安尼想啦？我哪会安尼想？所以伫迄款情景下面伊就开始去想讲，伊含因老爸的关系到底是啥？了，伊搁再一届的时阵，到伫尾手，伊搁含因老爸搁和好。伊伫当中甲因这个后壁这个阿叔甲伊讲，歹势，我无法度叫你爸爸，因为我是阮爸爸甲阮妈妈所生。阮爸爸若是过身去。我会叫你爸爸，但是我爸爸抑搁伫咧，所以我袂叫你爸爸。但是我会承认你是我一个真好的阿叔。这个囡仔，伊讲，当伊到伫教会内底，重新去思考人和上帝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要怎样放伫一个正确的位置内底，伊伫这当中才真正明白过来，伊已经受到这个世界的思想杀害、毁害，伊的思考。但是当伊信主耶稣了的时阵，伊讲耶稣要让人得到活命，并且得到更加丰盛的活命。当伊开始去思考伊和因老爸的关系。了思考伊含因这个后籍的关系，伊甲迄个关系重新调整，互伊好势的时阵，含因这个后籍到伫尾手的时阵，有若对这个囡仔同齐做伙去做礼拜。迄个时阵，这个囡仔伊才真正了解这样代志。
我的活命倒转来。我过去的活命是失丧伫埃及的想法内底，甲即个世界同款。我就是干那认钱做我上界重要的物件。但是当伊佮和伊的老爸重新和好了后，佮和伊的后籍调整好关系，伊不但得到伊的老爸，又佮得到伊的后籍，并且伊佮带伊的后籍去认捌救主耶稣基督。了后，伊将两个家庭合做一个好的家庭，迄个关系互伊调整互伊好势。伊伫迄个时阵真正去体会到啥物叫做得生命。恢复伊生命原本应该有的价值，并且伊不但有进前迄个老爸，伊佫有后壁即个老爸。亲爱兄弟姊妹，我毋是讲你爱离婚，我是讲咱的活命内底一定爱转来伫上帝系统，伫上帝想法。咱才有法度真正活出上帝国的款式。一直到如今，我犹原甲各位讲，无论婚姻有偌歹，坚持落去，上帝一定会将你有美好的报答。因为上帝要将过去埃及所欠你的安怎，拢总还倒转来互你。我听过真侪的见证，我知影真侪人伫婚姻内底真受苦，但是因为因的坚持，不但是挽救了因的婚姻，也挽救了因的家庭，挽救了因的家族。上帝是会当互咱所失去的重新得到转来，并且得到比以前更加丰盛的主上帝。所以，咱受上帝救赎，就亲像你的手机啊，检测中毒，无就是你的电脑中毒，所以你要甲伊恢复原厂的设定，将着遐监视你的系统 App 甲伊删除掉，了并且会当发挥你应该有的功能。互你的功能会当发挥出来。你有的时阵买一支真好的手机啊，用一个非常好的电脑，但是你就是干那咧拍，你的电脑干那咧拍 PPT 啦、Word 啦、Excel 啦，剩的拢无咧用。你买一台10万块的电脑是咧创啥？买一台5万块的电脑是要创啥？若买款电脑，你若干那要拍 PPT， 要用 Word， 要用 Excel， 我跟你讲，你买2万块的电脑，就非常的好啊，非常好用啊。所以毋免买甲遐尔啊好，除非你有真正要用着啥物件。你一支手机啊，买15个啦，买16个啦，即摆咧有定20个啊啦。你就是该用甲一支安尼3万、5万、10万好。你就是干那咧翕相尔啦。就是干那咧用来，有诶时阵你含翕相都无啦。你若讲翕相抑阁有啦，有影我知影迄个翕牌诶翕相的品质真正加足水，真正有影。但是你也无咧翕相啊，无咧参加比赛啦。一个月的时阵翕无3张相啦。你含人买遐尔好的手机啊？是安那讲？我著甲你顶讲，我廖牧师呢，人我用20个呢。安尼啊，是我甲你讲啦。阮牧师嘛阮牧师嘛，因小弟算阮阿舅因囝啦。我有囡囝，就教阮爱叫我表兄嘛。有一摆的时阵就因小弟结婚啦。因小弟结婚的时阵，阮去互伊请啦。开一台迄面子的，真大台阮阿娘即世人第一届坐面子的坐起的时阵，阮阿娘就甲伊讲金常啊，你即台车阿哥安尼坐你即台车遮尔水，遮尔拍，遮尔大台阮的表小弟就甲伊讲，阿哥啊，我跟你讲啦，这弄着嘛会害呢，你知？阿妈你对弄着嘛会害啦，嘛是爱食油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知影你的活命内底有真侪上帝要录用你的，
你对人的关心，你对人的疼惜，你对人的照顾。昨个时阵哦，咱一寡兄弟姊妹，大概有30个左右，去这个殡仪馆甲这个阿武姐来吊送界告别。接续的时阵，搁去这个桂雪珍姊妹因妈妈迄个所在遐，甲因吊唁送别。其实对我来讲，我是真感动，因为这其中大部分的人哦，对这其中有一寡人哦，其实是对着阿武姐，或者是对着雪珍因妈妈，其实是拢毋捌见过面的。但是就是安怎？因为疼的缘故，所以伊甲内心迄款的疼的能力，甲伊显明出来。上帝要用你做这，用你做迄，你会当伫其中，安尼来完成。上帝国的恩典就是听甲分享，看遐唔上目的人，照顾遐送香的人，就亲像过去咱伫罪的当中，其实伫上帝救恩内底是无权、无份、无纪念，咱啥物拢总无。但是基督疼惜咱，就亲像上帝疼惜以色列人，甲咱对着苦境当中，迄个苦境并且是咱家己造成的呢。迄个苦境并且是咱家己造成的。咱为非三做了，上帝替咱切尻川，直到咱今仔日才会通称作上帝的囝，上帝的查某囝。所以，咱今仔日学习来做上帝的后生查某囝，将万项代志交托。做后生查某囝，伊毋是伫迄个所在讲，逐项代志拢凊彩上帝，家己拢毋拍算，毋是。咱若斟酌读圣经内底，做后生查某囝有2项足重要的代志，一个叫做顺探。顺探的意思就是爸爸妈妈安怎讲，咱就安怎做，这叫做顺探。咱的爸爸妈妈对咱讲的，可能有的时阵抑个因为所受的教育，因为伊的价值观会无共款，所以有时佫会讲毋对去。但是通常出发点是因为疼惜甲关心。但是咱的上帝甲咱的父母是无共款，咱的父母是超越伫上帝以上。圣经对头到落尾拢甲咱讲一个代志：上帝咱所怀的意念是啥？赐平安的意念，要互咱到伫落尾会看到上帝赐福的结局。所以迄个做伊咱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是安怎？咱爱顺探上帝的话语，做查某囝。伊第一就是顺探上帝的话语，顺探上帝的话语，安尼就有2项，一项咱就爱读圣经，互上帝的话语刻铭伫咱的心；另外一项就是圣灵会伫咱的心中感动咱，透过咱所读上帝的话语，圣灵会伫迄个所在感动咱，讲，你会想到圣经倒一句话，迄个话会走来伫你的头壳内底。伫你心灵内底，伫你感动当中来引带你，这是第一。咱来做顺探的囝儿，顺探上帝话语的儿女，这是第一点。第二，伫圣经内底咧讲做儿女啊。另外一个，第一个是顺探，第二个是体贴。体贴的意思是啥？我虽然会当安尼做，我会当去做歹，我会当使圣地。我知影上帝会原谅我，所以我得继续使圣地，我得安怎样啊？但是圣经伫个所在讲体贴上帝的心意是啥？我安尼做，会互上帝心肝艰苦。所以我就无爱安尼做。我毋共位啊，我意见无共款，就着我的想法内底会当怎样？
我若得罪公位仔，公位仔会当甲我摸啊，伊会当甲我告啊。但是公位仔伫迄个所在讲，上帝啊，我无爱出手，就是牧师做了佫较歹。上帝啊，你嘛该告我，你着该按你去做牧师啊。上帝啊，我相信你有绝对美好的意思。我原谅牧师，我为牧师祈祷。上帝，我愿意安尼做。这叫做体贴上帝。你知影一个体贴上帝的人，就是叫做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毋是对着人讲哦，好好好，毋是哦。圣经咧讲谦卑，是因为上帝安尼讲，所以虽然我有家己的想法，但是我也绝对要来顺服上帝。这叫做谦卑，这叫做体贴上帝的心意。安尼，这个人，上帝会甲伊压管管。所以圣经内底咧讲，当你安尼的时阵，你的活命就会带出官兵。所以伫这个世代内底，有真侪人因会伫个所在讲啊，你毋免遐熬啊，毋免假熬啊啦，你毋免啊假圣贤，因熬起笑人。但是圣经讲啥？因是属乎血气，无有圣灵。但是圣经讲啥？恁确实爱伫至圣的真道上造就家己，伫圣灵内底祈祷，保守家己，定定伫上帝的厅堂内底。啥物叫做保守家己伫上帝厅堂的内底呢？就是上帝安尼听我安怎？我原来安尼听人。圣经内底有一个人欠皇帝几千万两，了皇帝原谅伊。总是了后时阵，伊出来的时阵，看到一个人欠伊10两银，伊就毋情愿，就甲伊掠关起来。了后伊个只同伴就甲伊讲一个代志，讲去甲皇帝讲，皇帝啊，迄个人安怎，皇帝就甲迄个人叫来。讲你欠我几千万两，我都无甲你计较。迄个人欠你10两，伊哀求你，就亲像你哀求我，我就赦免你，原谅伊，遐拢甲伊当做免啦。哦，但是你竟然无法度原谅你，安尼我听你有啥路用？所以上帝就甲伊关起来，皇帝就甲伊关起来，讲安尼你听候到，你后盖会当还我。接过来讲，亲爱兄弟姊妹，咱需要定定倒转来笑脸，上帝安怎样听咱，咱就爱怎样来听人。安尼，咱才是真正咧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咱基督怜悯，上帝赦免，圣灵对咱的提醒，安尼咱就照着安尼去行去做，咱才有法度和上帝愈来愈亲近。最后圣经讲啥？讲这是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出了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所以就耶和华坚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爱应该坚守的。请咱斟酌注意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讲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应该坚守的。安尼意思是啥？上帝会世世代代照顾以色列人。那安尼意思是啥？安尼的意思就是讲以色列会尊老甲上帝共。遐年纪，上帝存在偌久，以色列就存在偌久。你听到这个意思吗？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应允，当咱加入伊的国，诚侪伊的儿女，10条诫对咱会开始产生祝福、稳定甲听堂。10条诫内底有讲一句话。敬畏我、听从我话语的，我就要赐福因，直到千代万代。咱爱将这句话听入来。咱其实有甲以色列同款的稳定。上帝要赐福以色列直到世世代代，安尼以色列就必须要存在到世世代代啊。上帝要赐福予咱，直到千代万代，安尼就是有一个应允。上帝有迄个应允，要予咱千代万代拢会存在。所以，什么叫做纪念耶和华上帝所予咱的救恩？
将着这个救恩传承伫咱的子儿孙，安尼就是咧纪念上帝的约啊！你的细囝今仔日伫倒位？伫埃及的系统底下流转，咱看伊有真好的成就，但是有一日，伊的灵魂、伊的归属会伫倒位？咱敢有纪念上帝的约，或者是随在咱的子儿孙继续流浪伫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真意爱牧养咱，上帝牧养以色列人。上帝今仔日透过耶稣基督讲：我抑个有羊无伫这条内，我要带因来，互伊归共款一个牧者。咱含以色列约白做伙，咱伫上帝救恩内面，应允就是指路标。咱若遵行，就行会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定定倒转来少年思想。是因为上帝守伊的约，纪念亚伯拉罕、以撒甲雅各。上帝对因讲：祝福恁的，我为因祝福；咒诅恁的，我会咒诅因。世界万民拢要因为恁来得到福气。咱曾经甲咱的生命生活用甲乱糟糟，今仔日咱所以会当倒转来，互代志条理分明，互咱的人生重新有秩序，互咱人生的目标是出自上帝恩典甲怜悯。安尼，咱怎样纪念上帝对咱的救赎呢？就是透过咱家己顺探上帝的话语，体贴上帝的心意，通互咱真正做伊的后生查某囝，用安尼，咱来纪念上帝对咱救赎的恩典，互咱传承一代一代搁一代，互咱世世代代带伫上帝救恩内面。三甲阿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听通。过去阮甲阮的人生弄甲乱七八糟，总是今仔日你藉着耶稣基督，将着一切罪的重担、混乱，拢总甲伊散开，互阮真清楚看到上帝你救恩的道路，你保护阮，你引带阮，你互阮世世代代拢要得到你的福气，也要互阮伫你的内面继续传承你所赏赐互阮的救恩。安尼，阮的人生、阮的家族、阮所有的一切，都拢会行伫上帝你的旨意内底。阮会通诚做上帝你君尊的儿女，活伫这个世代，见证、保养上帝你的听通，互阮就近你，互阮领受你的听，互阮显明你的救恩，诚做上帝国救恩的见证甲大赛。仰望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今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咱感谢主吼，亲像谭督讲牧师有甲各位报告吼，就是咱昨的时阵吼有这个机会，咱去送阿武姐这个最后一程。今仔日吼家属来到咱当中吼，也要甲咱讲几句话吼，来表达因的谢意吼。咱所以来请，咱来拍拍来欢迎阿武姐家属吼，谢谢。
这个廖牧师好，以及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哈。那我大哥大嫂也在这边呢。那昨天是我妈妈的这个告别式，哦，那公祭的时候也很感谢这个廖牧师哈，带这么多的这个朋友过来哈，那我们也非常感动啦，因为本来没有预料到说，教会这边会过来，然后做了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祝祷了哈，那也让我们这些亲朋好友非常的感动哦。那我妈妈已经86岁了啦哈，所以其实那一天虽然急救了几个小时哈，但基本上也算善终，就是说并没有让我们留下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痛苦了哈，就是大家知道说老人家要走的时候，其实他有非常多的走法了哈。那我妈妈这种走法哈，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哈。然后她也趁礼拜五晚上的时候走哈。这样刚好让我跟我哥哥这么忙的2位兄弟，刚好在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好好的帮他办后事。然后整个礼拜以来也非常感谢非常多的这个团体的这个关心呐也让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感受到非常多这个亲朋好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爱。好，那最后呢也非常谢谢廖牧师了跟我们圣教会那么到我们这个公祭的场合里面来祝祷然后让我们也获得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慰藉好，以上那谢谢廖牧师，谢谢各位。谢谢。这是大哥大哥大嫂来，刚才咱给欢迎谢谢。好，大哥大嫂对对，OK， 好，谢谢多谢。其实互我非常感动就是有这伊的这细囝逝世因昨的时阵甲这各界的这慰问这背包，因就甲伊汇集因同齐要去帮助花莲这受灾户，所以为着这我实在是真感动，讲因安尼这么用心安尼来照顾这欠缺这需要人。很感谢上帝听从，愿主亲自安慰报答因所种一切美好，谢谢。为了感谢这个我们圣教会那我们制赠了3万块的这个感谢金那我们奉献给这个教会，对。好，感谢主上帝纪念恁手中一切美善谢谢。好这是咱3个做伙用敬虔的心同齐做伙来奉献咱相信伫上帝听内底，无论到伫什么款的所在，心中定定存着基督的善念，照着基督所赏赐予咱的救恩，咱来用安尼彼此相听相照顾，互上帝亲自成就一切美好伫咱当中。咱3个做起立来吟唱诗歌，同齐来奉献。放入奉献袋内底，安尼好无？放献到奉献袋里面。充满了，我心充满平安，喜乐甲阳光，真奇妙的相属我。生命最小面的自由，完成灯充满了，星星开启的我心，圣灯充满了，我心充满平安，喜乐甲阳光，真奇妙的相属我，阿拉耶稣生命最小面的自由，完
圣殿充满恶人，诚心徛起伫我心。至圣权能的主上帝，感谢你的疼痛，互阮的年日伫你的照顾内面得到保护。感谢主，你赏赐雨水降落伫土地，润泽万米，互要食的有粮食，要野种的有种子。感谢上帝，你的听，一路陪伴阮，救阮脱离罪恶的思想，互阮定定伫上帝你的真理内底。做你所欢喜的代志，互阮彼此相听，互相扶持，互上帝你的恩典、疼痛甲祝福运行伫你的教会，伫即个城市。让阮因着上帝你所赐福互阮的一切，阮同齐用感恩的心奉献伫主你的面前，通过这的奉献，也会通诚做。对着这个世代的祝福，对着教会事工的推展，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愿你照着你的疼痛，继续看到祝福，徛伫你面前，每一个你所疼痛的正义路，互每一个人灵魂兴盛，身体勇健，凡事顺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场的聚会就到这告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